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选举选线开始来进行着党务组织的改造，其中掌握着擒拿选票的黄复兴党部，因为一个月爱开掉党中央500万的人事支出，这个压力实在伤大。再加上国民党要少年化，所以要甲黄复兴党部来甲降编，将做组织发展委员会下骹所属的单位，讲已经送国民党下部的中常会要来定案。这个画片未来恐惊未搁再看到，1956年成立，到即马有68年历史的黄复兴党部，即马传出伫个国民党改革的第一步，特别彩挑。就事先的沟通非常重要，最好是能够军系的一些大佬出来力挺党主席的做法，这可能是最好的可能最好的。经过了解，国民党中央大个月3000万人事费用，黄复兴党部就占500万，钱是主要关系。未来黄复兴党部会改编做组发会单位，除了改革并转型，国民党会甲组发会青年部的青工团和青工总会，还有中央党部的青年事务委员会，改革做青年事务部全面新一项。把黄复兴当自己的家，那这样一个情感的割舍，当然是一时片刻是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个不舒服嘛。我们在选战当中也看出黄复兴系统是有战力，是可以打仗的。有影在地方选举，对国民党来讲，黄复兴党部是重要的动员力量，要甲黄复兴裁掉，和真侪资深党员是真不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来替党中央讲话。党务的各项规划，我想党部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考量。那我相信党中央会做好各项的这个沟通跟对话，也一定要倾听基层党员的声音。在咧竞选台北市长的时，蒋万安嘛特别到黄复兴党部拜票，不如国民党无刮向少年人的土，无解叫国民党甲政权抢到转来，党主席朱立伦的改革之路都面对歹棒的难题。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